哭得蛮激动的。有，就是把那个情绪唱开了，然后就一直在怎么讲？你说那个感受，就是你一直在这么多歌当中一直起伏，很大的一个澎湃的情绪，其实硬要压着，又很辛苦，所以一路我也不知道，我以为我今天是好好的把全场唱完了，因为我今天已经安全的过了《分手快乐》那首歌，我就以为我是安全的唱到结尾了，然后我就在，对我是在那个我觉得是李卓雄的歌词吧，那几句话，就是又再次触动到吧，哪几句？然后对，可能一句对，然后后来我。对啊，然后刚好又感性的投屏这样。是哪几句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他说哪几句歌词触动到他的那个？你说李卓雄的歌词，然后问大概是哪几句？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温暖我胸口。这样子啊，就觉得好像也可以唱给自己听啊。是心里有浮出一些什么画面的？没有特定的人，是一种感受，内心的感受。今年前好像那个 IG 有分享一个特别的朋友送的花篮。对呀。那时候看到有点感动嘛，因为还蛮用心的。有花很漂亮。他把你名字，颜色配得很好看。他把你的名字藏在里面。我第一次看我没发现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后来才发现名字是藏在中间。对啊。那你发现就很开心的看那个吗？发现之后有没有就是整个耳朵帮你翻译。窝心啊，或者是有没有觉得很窝心？还可以。不错不错。好像儿子昨天有到后台打气，对，他在那个包厢那边跟他的同学，对，也到后台来。他怎么跟你打气啊？有啊有啊，加油！他就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的同学说你有跟他挥手哎，就很高兴，因为我不是会这样嘛，在那个包厢内，他就说妈妈，我同学说你有跟他2次，很开心，而且我的歌他们也都会唱，宁夏燕尾蝶他们也都会唱。好朋友也在包厢里面嘛，可是我都没有看到他。谁？好朋友。好朋友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来。”因为他真的没有跟我说他就是说，因为我来跟不来都会影响我的心情嘛，所以你不用问我有没有来，你也不用问我就算有来是去哪一天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。他有传讯息给你的徒弟。有，这个是一定要的啦。那讲了什么？写了什么？怎么？写了什么？怎么可以告诉你？对啊。他说讯息有没有写什么？写了大概传那我手机给你啦。打气嘛。开玩笑，其实真的没有什么，而且他也知道我要休息，我都是蛮久没见面了。发个爱心图样。一定要体谅。大概多久没见面？发爱心的图案。有一阵子没见面，有练法。我说像一般的会发个爱心的图案。对。爱心吗？对啊。每一天都会有。